我知道你的脚伤还没好，我工作太忙，做得不够好。我也知道你没有跟我过多的抱怨，你的这些优点我不是视而不见。但算了，你已经回家了吗？你爸妈没事吧？有需要的话给我打电话，听到消息给我回复。慢点儿。原来他不是为了我回来的。我就不送你们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谢谢你能来给朵朵过生日，她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不客气。什么时候走？明天一早飞机。照顾好自己。雨啊，我一直在这等你们电话，你们终于打电话过来了。我知道今天晚上你跟曼曼有个酒会，曼曼走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了。可你们毕竟没有结婚呐，曼曼一个姑娘家，夜不归家也不合适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今后啊，你们不管出去干什么，不管多晚，搞什么活动都行，一定让曼曼呀晚上回家来睡，成不成啊？好的，伯父，您批评的对，我们下不为例。那好吧，那就先这样吧，太晚了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。好，您和伯母早点休息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打扰您了。
绕一圈又一圈，太遗憾还是深陷，一层层一团团，自我催眠。再次被反复打乱，或许早乱成习惯，可不可以不要再敷衍？需要找人吗？宴会已经结束了。想一遍再一遍，太为难，难以挑选，一段段一片片，没办法判断，继续被勇敢欺骗，心难免感到不安，错把习惯当作了答案。还没有到时候，就差那几分钟，情绪在酝酿中，平静的接受，不奢求，等流的泪酿成酒，我们举杯问候，从朋友到一句 Love you。多给1分钟，是中间，也是终点。2颗心，一条线，画风很简单。这次不会再拐弯，剩下绕路的时间，直接走到彼此面前。还没有到时候，就差那几分钟，情绪在酝酿中，平静的接受，不奢求，流的泪酿成酒，我们举杯问候，从朋友到一句 Love you。还没有到最后，需要时间感受，安静在进化中，留下的温柔不将就，从梦寐以求的自由，走到毫无保留，从爱了很久到彼此拥有。从爱了很久到彼此拥有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不错，洗漱吧。小丁，哎，先吃饭。我们家的习惯是吃饭从来不等人。好，对对对，阿姨说的对，我们家吃饭呀，从来不等别人。好嘞，谢谢叔叔，谢谢阿姨。
我和你爸妈说我出来晨跑，所以比你来的早。谢谢。我不希望另一半有太多的秘密。对不起，昨天我想自己待一会儿，所以我就怎么样？其实昨天我现在能站在这儿，就说明我相信你。既然你拥有我的信任，就不用解释了。我觉得我还是要解释一下吧，误会会越攒越多。上次你在老家看见我穿的那件汗衫，其实是我爸的。好了，不用解释了，我相信你。也不至于这么相信我吧？这是我家的钥匙。这是邻居的邀请吗？刚才你还没回来的时候，你爸妈说他们要买票回老家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我答应了。你对我最大的诚意，就在于让我见了你的父母。我的诚意就在这儿。今后，你可以随时随地，不用和我商量，随意进出我家。怎么了？不满意啊？谁说不想要？谢谢。喝奶了。哟，怎么了？你们俩不再多住几天了？哼，不了不了，你们俩回去还惦他那麻将局呢。那也叫体育运动啊。啊，运动。妈，前段时间你不是要买黄金吗？我给你买了一条项链。啊，拿着呀，拿着，女儿给买的，你看，哎呦，还有小灯呢，真金的。花这个钱。爸，还有你一直想要的制氧机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哟，这小玩意儿胖乎乎的。哎，你说要不说呢，女儿是爹的小棉袄，还养女儿好。哎，这比老李头他们家那还好。我告诉您，这可是最新款的啊！你看这功能，多全。慢慢，这些东西都不是丁宇阳陪着你一块买的吧？妈，你是面嗨专家呀！这都要走了，你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？我说什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没说小丁不好啊，我挺满意的呀。这次来，人家对我们挺照顾的，我可没说小丁不好啊。原来是欲扬先抑呀！我就是要说，你女儿现在自己心猿意马，懂不懂啊？我哪有？你有没有自己知道啊？我不跟你讲这个。哎呀，你妈说的也对，你知道，人呐得学会知足，知足才能长乐。你不能像那狗熊掰棒子似的，掰一个扔一个，掰一个扔一个，你最后两手空空，不是你什么也没得到，不是这？知道。现在就是心还没定。我心很定啊，我爱丁宇阳。我们有感情基础，我们有物质基础，我们被家人祝福，我们被朋友羡慕。哎呦！哎，不是你干嘛去？别听他说。我们是天生一对儿，我们是不能结婚去了。哎呀，别喊了，你别喊了。回来了，你有访客哎。小飞，
啊，爸爸上一次来香港啊，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。不过，我只是路过。你比我强啊！你是在香港待下来的。20年前，您自己来的。啊。爸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我就是来旅游，来看看你。想起上一次跟你睡呀，你还在上小学。小飞，小飞，爸爸来接你。啊，路飞，你爸好帅呀！坐好，坐好，坐好，好。小飞，喝呀，再喝，来，干，干呐！哎，嘿嘿，好，爸爸是不会骗你的，喝酒啊是最开心的。来，哎。那天是我老婆过世之后，她的第一个生日。不早了，睡吧。哎，不如你搬到我这儿来住吧，也好省一点开销。这种好事我肯定是愿意啊，但现在这状况，我姑妈那不好交代。我跟你姑妈说嘛。你确定？你把陆明远叫我钱，把钱还给我们！听到没有？你们天天在我这儿堵着，你们看看你们还怎么让我做生意？人客人都走了，你们让不让我活呀？陆明远就得还，还钱呢！我跟你们说过800回了，我也不知他死哪儿去了呀。你们也知道他早就不在这住了，地址我给你们了，你们到那儿去找他去啊。我们要知道他在哪儿，还来找你啊？你是他老婆，我们就跟你要。好，跟你要怎么样？我是他老婆。哎呀，陆明远这个王八蛋！看看手机，是陆明远的，是不是？看看，你自己看。我侄女儿的，未成年，她也没钱，我们家都没钱，没钱也得还钱。怎么没钱？没钱，没钱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来电话怎么也不挑个10号？阿姨，我是小爱，阿姨你别挂电话。那个，我想让小美搬来我这儿住，有个照应。哎呦，哎呦，毛病又犯了，咱惹不起，走，赶紧走。明天再来啊，再来，明天来。明天来的。哎，我姑妈这口气啊，暂时估计是消不下去了。也就除非我哥赶紧找个女朋友，而且这女朋友啊还得比你强才行。哎，也许应该快了。什么？没什么。
完了，这下他肯定把火都要撒在我身上了，我就不应该叫他发语音。哎，我拿耳机听。哎，不用了，直接放吧，我扛得住。哎，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号码也拉黑了？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？那卖鞋的破工作能不能换一个？不告他，你还吃不上饭了吗？在北京找不到工作，跟我回来，成天嫁人。我死都不会回去的好吗？啊，你说你房还没睡？你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，是要在里边闹鬼啊？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呢？赶紧把房子退了，搬他家住去。送上门来的便宜不占，王八蛋！不花钱的房子当然要住了，爸住了啊！到时候他轰你走，你都不走，听见没有？小市民，那就这么决定啊？嗯，站起来。阿姨活得明白，我很欣赏。切，恭喜你，成为这里的第一个女主。明明夜影，算了，微笑，讨喜。走吧，陪我去跑步吧。啊？跑步？嗯。我才刚搬进来，连口水都没喝呢。我能不能先不陪你去跑步啊？好吧，给你1周的缓冲时间。好吧。其实我没那么爱跑步。那是你没跑对，你跟着我跑，你就会热爱上跑步。而且啊，这样我们才能变成一个稳定发展的团队嘛。啊，团队？喂，儿子。妈，您最近没什么事儿吧？都挺好的。好着呢。没什么想跟我念叨的，鸡毛蒜皮也行。多浪费电话费啊！挂了呗。哥，到了吧？我也想你，要不我过2天休假去香港看你们？我来回机票钱就得给我补上。你最近跟我妈打电话了吗？打呀，我早上刚打，不过她好像还在生曼曼姐的气，连带着也不是特别想搭理我。她就没说什么别的事儿，尤其是关于我爸的。没有啊，她这次还真的没有提过我。你最近多给她打电话、发微信，她一旦说了关于我爸的事，任何消息。好，知道了。你在你曼曼姐家？这里现在是我家啊，我住在这儿呢。你又……哎呀，不是我要来，是曼曼姐求着我来的。她最近搬她男朋友那儿住去了。行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你让我帮你找的儿童含氟牙膏的相关资料，我找了一些，看一下。谢谢啊。啊，现在这卖假货的太猖狂了吧？竟然跟真货一个价格！不要只看到别人的缺点，要吸收优点。卖假货的有什么优点值得我学习啊？那还不是因为他们销售可观才吸引到你啊？他们聪明务实，又有服务意识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生存能力强。
我出去跑步，顺便买水。我在网上买过了，在厨房。我看到了，不是我喜欢的牌子。你呀，观察力还没卖假货的好。你。 能不能找一个咱们俩一起玩的项目？过来啊！我想打游戏。凭什么你就不能过来陪我看杂志呢？哎，不能坑队友嘛！等我打完，我陪你看电影，好吧？好，那我现在就去选片子。来吧，选一部吧。 这片子也太没营养了吧！打发时间的嘛，随便选一个。我之前有一个想看的片子，《大空头》。没事吧你？朋友圈都已经是网校了，看个电影也要这么职业啊？累不累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别营养过剩了。公平起见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你玩了？没有，愿赌服输。 真的要看大空头啊？当然了。你觉得这部电影好看吗？说一说你的感受。我的感受就是，为什么男生都不懂，浪漫爱情片才是女生的刚性需求。真是部好片子。我记得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还没去美国。 陪伴是为了精进业务吗？可我希望增进的明明是我们的感情啊！老板，加油！哇，老板，店员加油！店员加油！哇，老板，店员加油！耶！没有吧？关键是他菜饭。啊，没有重要，别走都开镜也不开镜。3、1，哎，没事。下一个，来，谁下一个拿一个？我，来加油，加油！我腿都软了，我。啊，来。
大家都跳过了，就差你了。我不行，打起勇气。啊，再来，秀。害怕哦。哎，不，这个恐高症，我有恐高症。咋地？还是算了吧，他真的恐高。他需要克服心里的恐惧。加油！不行，别生气。加油，Sunny！我害怕。我们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。你做不到，我们等你做到为止。我还是我替他跳吧。你又不是我们公司的人。那我陪他一起跳，可以了吧？Sunny，加油！没事，没事呀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不行，没事，他不怕。哎，不行，对，快点，对，没事。我数1、2、3啊！1、2、3。哎，你说的是？我是双鱼座的，天秤座的才像你说的那样。有相同点。这两个星座一点都不一样，哪有什么相同点？你今天为什么那么不给我面子？那我现在给你面子，行吗？我相信你和你的女同事什么都没有，大半夜孤男寡女在酒店里促膝长谈，只是你们的企业文化。你的智商都用在讽刺人上了。我不想跟你吵架，我累了，我需要休息。前2天有一个微信大 V 找我，是你的朋友？他们是很有名的本地推荐号，在北京啊有好几个网红店都是他们推出来的。我该怎么谢谢你啊？等你有了第一篇阅读量为10万加的文章的时候，再谢我也不迟啊。你说你来北京10年，你爸一共来看过你2次。是啊，上次是我妈60岁生日的时候，闹得不欢而散。在之前就是5、6年前了。她来北京旅游，带着别人。啊，那他这次可能就是来旅游的呢。他一个人过来，也没跟我提前打招呼，这样还是第一次。我看他脸色也不太好，担心他的身体啊。我说说我的看法吧。你说。那我直说了哦。当然。
有些男人啊，年轻的时候很花心，但是到了老了就想要回归家庭了，而且这种事情挺常见的。你又是你爸唯一的儿子，养儿防老这种思想，在他们这个年龄还是挺根深蒂固的。所以我觉得他是想拉近和你之间的距离，为以后回归家庭做准备。或许吧。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依赖你了。每次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你总能给我一些理性的建议。像我这样包教包会，还主动上门的老师，确实是挺少有的。你很幸运。坐前面，不想坐就别坐，这不是出租车。哎，别！老板，我来开。可以，快，进去，哎，进去。哎，咱们听点音乐吧，好吗？哎，好。小梅，艾总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中午就能到公司。你怎么了？再说吧。有话直说。林总升职了，刚刚办公室群发的邮件，大区副总经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 ，Mark， 麻烦开快一点。好的。儿童喜欢频繁进食，且多是高糖食品。如果不能有效及时的清洁口腔的话，有害菌就会利用食物代谢，在口中产生过多的酸素。唾液无法有效中和这些酸素，是导致龋齿的主要原因。香港卫生署建议。李晨到底什么路子呀？你知道吗？他天天让我们销售员站在门口跳集体操喊口号，干嘛呀？他以前是不是开发廊的？就是呀，他这才刚升官第1天，就拿我们销售部开刀，太丢人了，曼曼姐，你都不知道整个公司的人看我们几个就跟耍猴的一样，我们又不是搞传销的，再这么弄下去我都不想干了。好的，经理。那这2天我就把运营方案给你发过来。嗯，好。小艾，你好，小艾。林总，针对我们销售部实体店的新规定，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？之所以没有提前跟你说，主要还因为有另外一件事情。恭喜你，艾总，成为咱们公司品牌部的新总监。为什么要把我从销售部调到品牌部？我听老板说过你在融资时的丰功伟业，我也觉得品牌部的乔经理能力有限，他还是适合做副手，你来做品牌部的主管。级别都是一样的。这不是级别的问题，凭什么把我调离销售一线？不是因为你销售做得不好才调离你，品牌部也同样很重要啊。而且我们一直缺个得力的助手，
你过去帮我把这摊支起来，好不好？老板，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多事的人，但如果这就是你说的给我记头功，那我谢谢你帮我做的决定。艾总在那边办公室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本人入职公司4年有余。你来干嘛？作为我的女朋友，你永远不要因为工作去忍气吞声，更不值得因此跟我闹别扭，搞得我也很不开心。好啊，我尽量。人生的格局要大一点，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业，不就是个卖鞋子的普通工作吗？不上不下，你弄得不开心干嘛？不上不下，普通工作，你就是这么想我的吗？我的工作在你心里就这么不起眼吗？实话实说呀，你看，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。Separate 断裂、分开、分去、repeat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会这么快就被人赶出来了吧？什么赶出来？我自己有家。起开！我又不是妈妈再爱我一次里的倒霉媳妇。怎么了？吵架了？人设又崩塌了？估计我的人设也快崩塌了。跟他在一起生活真的好累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将来你要是成了他老婆，哎，我不想想这个。到底怎么了？他偷心被你抓着了。就算这样，人设也没崩啊！他本来就是那纵欲系的人设嘛。既然想要钻石，就得学会承受当保险柜的压力。将来起码30年吧，那比你年轻的姑娘肯定就呼啦啦啦啦，呼啦啦啦啦，一茬一茬的往上扑。哎，你呀，控制住财权就行了。想开点，他浪就让他浪。你看我姑妈一辈子不都这么过？哎，你去哪儿？胃疼，找点好吃的去。你等等我。朵朵幼儿园的园长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说想请你去给家长还有孩子做一个讲座。他说如果效果好的话，还可以推荐给其他幼儿园。我得问一下学校的情况，不行让修哥先替我去几次。你那个被机场成功学洗脑了的合伙人，他不会问幼儿园要高价出场费吧？当然是免费的，我就说是为了品牌推广。好主意，哼，你还挺有招啊！你好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怎么了？我妈住院了。调你去品牌部只是第一步，升你为副总经理才是最终的目的。副总经理？副总经理不是林总吗？而且刚刚上任。谁说副总经理只能有一个了？我们要开辟海外市场，林总和老杨要去负责，所以没有人针对你，也没有人排挤你。
林总对你的工作能力是很认可的，而且他还特别表扬你们销售部实体店这段时间在压力下的表现。坐，小爱。可能有些人跟你的工作方式不一样，说他对不等于说你错，没有那么多事情是非黑即白的。你这脾气啊，也该改改了。不管在职场上还是在感情方面，懂得示弱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人。OK，这边。您好，我是贾淑琴女士的家属。哦，坐。初步诊断是脑部肿瘤，还要进一步的观察是良性还是恶性。老人年纪大了，家里啊、身边啊得留人。不管在职场上还是在感情方面，懂得示弱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人。去，杨小姐在会客室。在忙吗？说。我晚上想早点下班，你想吃什么？外面吃吧。我会让徐阿姨留下来指导我做饭的，我会努力做的好吃一点。你说过，如果我有进步的话，你会赏光的。知道了，9点之前到家。走。给我们个交代！妈已经病倒了，您现在可以先不要打扰她了吗？你妈她是自己晕倒的，还是我们把她给送到医院来的？对，就是呀。你爸爸骗了我们的钱，我们现在连个人影都找不到。我们不找你，不找你妈，我们找谁去啊？各位，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会去看清楚、查清楚，但是现在能不能先给我们留一点时间啊？哎呀，不行，任总阿姨，你们先冷静一下，先听我说。你们在这耗着也没有用，而且你们看，人还在里面呢。我们保证，我们绝对不会跑的。你们先回去吧。不行，不行，我们要钱能要不就要钱。你们放心吧，先回去。你们在这儿大声喧哗，医生也会赶你们走的。我们一定给你们个交代，放心吧。阿姨晚上在监护室过夜，有医护人员陪着，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先回去休息会儿吧。我想在这儿守着。我帮你开了这附近宾馆的房间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心里难过的话，就说出来，哭了也没关系的。我没事，你休息吧，我真的可以。
我爸不给我打电话，我都不知道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坚强一点，相信自己，我们大家一起面对。有进步。回来了，徐阿姨，你还没走啊？艾小姐有急事回家了，她说让我一定等到你回来。她有说什么事吗？我听电话好像是她爸爸打来的，好像有人住院了。你现在需要休息，现在立刻马上去洗个脸，换身衣服，一切都等到明天核磁共振结果出来以后再说，不要自己吓唬自己，还没到悲观的时候。去。过来。把粥吃完再去睡觉。怎么样？我现在做菜有进步吧？好吃吗？我还往里加了点安眠药。跟你开玩笑呢。把它吃完就去睡觉。我真睡不着。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感受。我们最害怕的，就是有一天，突然看到父母都老了，而且他们总是报喜不报忧。知道吧？从小到大，
我有多少次想逃离这个地方？我有多少次想从他的身边逃走？祈祷过多少次我再也不用看见他？可是我没想过现在真的病倒了，真的可能再也看不到他的时候。会好的。都会好的。我们曾经最想逃离，最终却最爱的。天哪！你怎么做这么多呀？不多呀，一点都不多。你看啊，这是病号餐，这是病号的家属餐，这些是家属的家属餐，可不就得做这么多吗？你就是个操心的命你。你请好了，哎，我汤好了，一会儿你尝尝啊。别烫着。哎，我不一着呢，烫不着。哎，干嘛？怎么回事？不要！哎呀，妈妈，哎，小爱，快点，怎么了？你别跟我要！先灌汤，那汤我熬一早上了。哎，别弄汤！都说了没事了，不怎么疼了，在床上躺躺就好了，非拉我到医院来。不做检查，我不放心。这人老了，真是不中用。本来说好的是帮着路飞照顾他妈的，你说这不是添乱吗？这不是。哎，停一下。怎么了爸？曼曼，你别怪爸妈成天催着你结婚，谁愿意天天找别人不爱听的话说呀？只是啊，这上岁数了，有些事儿由命不由人了。你再这么说我不高兴了啊！说什么呢？您这么年轻。爸，明年我想在北京换个大房子。换大房子干什么呀？啊，又得贷款，天天加班，那身体受得了啊？我想把你和我妈接到北京来住。刚开始你们俩会不习惯，但是住着就习惯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呀就甭操心我和你妈的事儿，你抓紧时间把你那终身大事办了，比什么都强。曼曼，爸跟你说句心里话，爸现在有时候睡觉都怕万一一个人了。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啊，行，爸身体好着呢，还能活1万年。走吧，